大家好，我係灣區頻道羅仔，今期帶大家嚟睇拱北口岸個新房嚟嘅。咁步行去拱北口岸只需要15分鐘到20分鐘個路程嚟嘅。咁呢個係精裝現房，而且係現房嚟啊！最大嘅亮點，佢個格局真係非常唔錯嚟嘅。65平方可以做到個比較標準嘅兩房嚟，呢個兩房個實用性非常夠嚟噶，所以為乜嘢咁多港澳人士喜歡呢個樓盤嚟呢？咁我呢就要參觀一下佢呢個65平方嘅實用性有幾夠嚟，總價188萬就可以攞落嚟啦。咁我呢整體睇一下呢個戶型先。呢度就係入門個位置啦，入門位置嗰度你都會做咗嗰個入牆櫃斗俾你嗰邊嚟嘅。嗱，廚房個位置你空間都係非常充足嘅，都會有一個採光個位置嚟嘅。咁我呢接咗嚟睇一下佢個整體個空間啊，佢嗰邊個位置係有採光個位置嚟嘅。接咗嚟你睇佢個整體空間啦，就係你餐客一體嚟嘅。咁入門就係櫃啦，同嗰個餐廳個位置嚟嘅。咁餐廳個位置嘅實用性都係非常夠噶，我覺得呢個樓盤你最實用呢就係佢個整體設計，整體設計真係非常唔錯嚟噶，整體交標也唔錯嚟嘅。咁我咧轉個鏡頭俾大家嚟睇一下個外邊嘅環境啊，喺我樓下嗰度呢，就係涼粉橋嗰個站點嗰個位置嚟嘅，咁正對面嗰邊呢，就係拱北口岸嗰邊嚟嘅，所以呢個地段為乜嘢咁多香港人同澳門人喜歡嚟呢？喺自己嘅大廳嗰度真係非常舒適空間啊！65平方有咁實用嘅空間，真係喺拱北周邊嚟咁講，係某一個樓盤比得上佢嘅。呢個房你哋係小朋友個房啊，佢實用性真係好夠啊，採光面又非常 OK 嚟嘅。咁佢中間個位置呢度你就係衛生間個空間嚟噶，衛生間個交標個標準都係非常唔錯嘅，都係馬桶都係智能馬桶嚟啊！咁主人房個空間又點呢？主人房個空間更加實用嚟啦，佢嗰邊啊，係嘛？而且主人房個衣櫃啊，都係交標個標準嚟噶，中央空調個標準，而且周邊個配套啊、設施啊，都係非常齊全嚟噶。如果對呢套65平方感興趣嘅朋友，可以聯繫我啊。間見佢嗰邊仲有其他面積嚟噶，有80平方嗰啲啦，三房啦，90零平方個三房嚟嘅，價錢喺200零萬啦，同300零萬咁嘅七頭咁嘅價錢就可以攞落個精裝現房三房嚟啊，三房嚟啦。最關鍵係佢嘅地段。